上兩集就同大家講過啲比較基本嘅睡眠知識，咁今集咧就講翻啲比較進階嘅內容啦。究竟我哋瞓覺嘅時候，大腦做緊啲咩呢？大家有冇聽過睡眠週期？由我哋開始瞓到醒嘅時候，會經歷兩個時期，分別係非快速動眼期同埋快速動眼期。而喺非快速動眼期入邊有3個階段，佢哋係入睡、淺睡同埋熟睡。而熟睡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嘅深層睡眠。睡眠週期就係由呢幾個組合而成，每一個睡眠週期大約持續90分鐘。大家應該聽過喺我哋身體裏邊有個排毒系統，佢叫做淋巴系統。原來喺我哋大腦裏邊都有個專屬嘅排毒系統，佢叫做膠淋巴系統 （lymphatic system）。當我哋處於熟睡，即係深層睡眠嘅時候，膠淋巴系統會將我哋嘅腦脊液大力推向大腦每個地方，就好似用好多水幫個腦清潔咁，而且可以將大腦嘅廢物排走。而由於呢項清潔工作只會喺深層睡眠時候發生，而清潔一次係唔足夠㗎，每晚大約要5至6次清潔。正如啱啱所講，每一個睡眠週期係需要90分鐘。如果唔係，毒素就會積聚喺大腦，就有機會引致認知能力同埋記憶力問題㗎啦。大家睇完今集之後，今晚會唔會早啲瞓呢？瞓之前玩埋呢個小遊戲先。頭先我有提過，喺我哋嘅大腦入邊有一個清潔系統，呢個係咩系統呢？歡迎喺我哋影片下低留言，答中嘅朋友就有機會得到薰衣草精油1支㗎啦。